基美医学中心护理部产房小组长李博正指出，有新的妇女伫产前卫教需要知影的内容相当的多，除了产前卫教5大项目，还有8种的卫教工具，不但重复，而且佫复杂。产前卫教师伫个卫教的过程，需要重复来向孕妇来说明，唔知影孕妇到底吸收有偌济。对此，基美医学中心率先研发产前的卫教地图，比照接孕的路线，提供无同孕期阶段有新的妇女想要了解的问题，随点随看，确实对有新的妇女有真大的帮助。其实我1对1里头，我不断的一直在跟你讲这些内容，但是一般成人的专注力大概是10到15分钟，所以其实超过这15分钟，妈妈的那个专注力其实都已经开始有一点涣散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内容有的时候都涉及到一些，比如像唐氏症筛检或者是基因遗传检测这些东西，其实对妈妈们来说的话，它是不是非专业的一个就是背景的话，它听起来其实内容是非常深涩且是不好咀嚼的。那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在短短只是一次的卫教性，然后1对1的去跟他讲，然后花27分钟之后回去，其实基本上能够吸收的东西有限。那所以我们就想到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些，比如说比较可爱的动画啦，可以吸引妈妈专注，然后在10分钟内让她藉由动画的部分，然后回家去阅读，然后就可以去理解一些比较深色的一些健康检查的一些内容。这样，那等到下一次来到诊间的时候，她就可以去跟医生讨论说，我回家使用这个工具，我读了里面的内容，那我到底我的想法是什么，然后跟医生做出他们之间他最喜欢、最满意的一个医疗决策。这样。规划的蛮好，就是初期、中期。那我到现在是走到中期的部分，每一个时期，我觉得它提醒的东西都蛮明确，你不需要一次就知道很多很多东西。对，然后包含我初期的时候，其实蛮焦虑的。那个地图的部分有讲了很多，就是初期应该要注意的东西。那包含我现在中期，我之后生产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选到什么东西，像那个最近我就看到中期的部分，就是关于就是亲子同事啊，或者是需不需要喂奶的这个部分，这个我以前没有很了解。那我看完之后，我就有跟我先生做讨论，而且我还可以截图给他说，我觉得这里提到这个东西好像蛮重要，我们应该要先讨论一下，然后再来问医师，或是趁产检的时候跟卫教师讨论一下。运用反转教育的技巧，伫个临床经过简化整合的产前卫教地图，确实对孕妇相关的智能测试结果有大幅度的提升，而且卫教的时间嘛，对进前的27分钟外降低到11分钟。而追踪孕妇的产前卫教整体满意度嘛高达100%。目前这套产前卫教的地图只有中文版，而且必须要透过网络才能操作。未来医方嘛将开发有声书，并且发展中英文的版本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